今日連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19冊替身法咒呢門法。原來三山九侯先生以前傳過一門法俾聖尊蓮生活佛，就係呢個叫替身法咒嘅法門，又叫做大羅天臂咒法術。講到呢個法，我先講個真實例子。民國62年某一日，喺彰化同烏日之間條公路度，有個人叫楊先銘，被一架大貨車撞到。佢個仔楊振川一知道，就連夜趕過嚟揾我卜卦，問我佢父親仲有冇得救。我點香請神，一睇之後，我搖頭話冇得救啦。楊振川一聽，喊到收唔到聲，跪喺度求我救命。咁我就諗，冇辦法之下，只好出我最後一招，試客用大羅天臂咒法術。呢門法要揀一個五鬼日，整個草人出嚟，朝東方吸一口真氣，噴去草人身上。草人啲五官要畫得好清楚，然後將楊先銘嘅生辰八字藏喺草人入邊。夜晚子時至午時嗰段時間，開始念咒語，為神常照天地，乾坤變化無窮，真假事來假亦真，地水火風假變真，黑黑陽陽替身雲神來降，替身雲神來降，吾奉九天玄女大法旨，急急如律令。跟住揾張細草刊蓋住個草人，再喺席上灑啲米，草人頭頂插一支白色蠟燭，腳前亦插一支白蠟燭。成個法壇喺密室裏邊設置，最忌俾人撞見，特別係啱啱生仔定辦喪事嗰啲人。然後再念天靈地靈，左北斗右七星。草係下界避難客，米係大地守護神，草台護蓋大羅天，前燈後燈引亡靈，藉此時此刻嚟避過災劫。天靈地靈常常隱身，鬼神唔好見，唔好俾鬼神見到。我連生奉九天督靈大元帥律令，咁樣做呢，意思就係草人代表楊先銘，變成佢個替身，草台蓋住草人，就等於話楊先銘已經死咗，前面個支蠟燭係幫亡靈照路，米撒喺草台上代表大地收埋佢個身。咁做個效果就係嗰啲陰間捉魂嘅鬼卒，以為楊先銘真係死咗，嚟捉魂時揾唔到魂，以為佢變成咗喺人間遊蕩嘅鬼，就放棄咗啦。但係現實入邊呢，楊先銘仲喺澄清醫院昏迷緊，雖然佢全身流晒血，仲有腦震盪，但係一時三刻未斷氣，醫生幫佢輸血治腦震盪，全身都打咗石膏。結果佢竟然瞓咗2個星期之後醒返，慢慢身體都好返晒。一個喺死神門口徘徊嘅人，真係救返條命。等我收返壇法，將草人、草台、燭火全部燒咗，點知正想燒完嗰陣，突然見到空中行咗個神像落嚟。呢位神像樣子好古怪，戴住黑帽，對眉倒生，對眼係綠色，對腳似雞爪，舌頭仲長到伸出嚟，一副嬲爆嘅樣。佢鬧我：你奉邊個嘅法旨，竟然夠膽用乾坤顛倒迷惑眾生嘅大法，咁樣亂晒天理綱常，我哋都擔當唔起啊！萬一將來俾九天督靈大元帥問罪，淨係問你一個，你點交代？我就同佢講啊，
神像且莫生氣，我係不得已救人救到底。我奉嘅係先天無極正法大法旨，將來若有咩差錯，我嚟承擔。楊先銘雖命中注定該終，容我替其誦經10卷，保其後生功德，而後將前因後果化書文，稟告十方法界主宰，求其恕連生行法之罪。夜遊神像，聽完我講，面色終於軟化咗啲。你咁樣妄自行法，本來係有罪嘅，但係就你嘅出發點嚟講，係出於真誠同善念，你都係應該向你師父稟告，請佢替你做主。我相信大概都唔會出咩事嘅。小神喺度斗膽勸你一句，以後如果冇天神守恒，千祈唔好再用大羅天臂咒法術，因為呢個法術係欺神騙鬼，會傷咗天地自然輪迴之理，仲會損害你自己嘅道行。老實講，替身法咒我一生人都只係用過一次，以後再有人求我都唔敢亂嚟，因為始終呢種法術係有啲逆天，一般正教正派嘅修行人都唔會亂用。好彩我有位好叻嘅靈師，唔係嘅話，以我區區一個盧聖賢，有乜本事敢逆天而行？唔怕俾雷劈咩？呢套法術雖然我寫出嚟咗，但係啲制殺法我冇寫，經傳出去之後，對人冇好處，反而害人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全部都係出自聖專連生活佛文集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上網留言分享。下集見啦，阿彌陀佛。